如果呢，你发现自己正身处在这种关系中，该如何自救呢？策略一呢，建立事实的锚点。在煤气灯效应下呢，你最大的困境是相信它的逻辑，多过呢相信自己的记忆。为了对抗这种混乱，你需要学会呢区分事实与故事。当下一次发生冲突，当他在开始指责你记错了，或者是你太敏感了的时候，请在心里按下暂停键，然后在手机的备忘录里客观地记录下当下发生的物理事实，只记录发生了什么，不要记录情绪。比如说今天下午3点，他迟到了20分钟。这是一个事实，而不是他觉得我太计较时间了，这是他对事实的扭曲。当你看着这行字，你要告诉自己，这就是事实，物理事实是不会撒谎的。这个动作就是你在为飘忽不定的认知呢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心理锚点。